又要平又要靚嘅朋友睇過嚟啦！呢套單位兩皮嘢你就可以攞低啦。呢個日湖花園正唔正啊？270度嘅窗景，一樓之隔呢就係珠海噶啦。過嚟呢，餐廳、客廳、廚房所見即所得。呢套單位3房嘅，總 total 都係135萬，你就可以攞低噶啦。一樓之隔就係珠海啊，唔係珠海買唔起，而係坦洲更有性價比啊！15分鐘就可以返到去港珠澳大橋噶啦。過嚟呢，第一間房呢係做咗個書房嘅設計啦，到時候係獨立一間房嚟嘅。過嚟呢，洗手間乾濕分離嘅設計。第二間房兒童房嘅設計，呢個空間真係麻麻地嘅啫。過嚟呢，就係我哋嘅主臥啦。呢個主臥嘅空間大啊，最重要呢，呢個洗手間係咪好有情調啊，大佬？135萬。兩皮嘢，中意低首期嘅朋友呢，呢套3房嘅單位真係唔好錯過啦！有中意嘅朋友下邊留言約我睇樓。